哦，阿娘，我听到啊，你做妖怪偷食。哎呀，阿娘哪伫咧偷食？阿娘即马伫咧试咸正啦。试咸正。安怎？哎，讲真个，你今日办遮济早，是要请啥？敢要请我？你也是有啦。啊，这也着问，要请倒酒的啦。啊，亲像你啦，遮尔啊无小细腻安尼跋咧迄河的吼，互阿娘咧活要惊死啦。你也知影咧，迄条河吼足歹空的呢。毋则讲哦，今仔是煞要甲你嫁运啦。嘿啦，啊，亲像即边啦，若毋是倒酒啊吼，替阿娘安尼讲情吼，阿娘哦死两界去哦。毋则讲啊办一块桌，好好甲倒酒安尼说一个多谢咧啦。哎哟，我想袂到，讲我哪尔拢想通啊啦！讲真个，我咧就出世到当吼，听你即摆讲的话较像人讲的。阿娘，哦，迄倒酒啊，讲真个袂歹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啦。对无？你若安尼对好，伊后摆会甲你甲我共款，足有效哩。自今以后吼，阿娘要甲我即个吼看惯无看低即个歹习惯咯，即歹个性，甲改掉。啊，好好啊，甲倒酒啊，甲疼惜，甲疼命命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阿母，你知影介我上欢喜，人讲哦，知个必介羡慕大人，安尼好，安尼。哎，后一排我甲你讲，那阮娘的个性，我上了解。伊这人讲改，绝对改，一定改搁较大。哎呦，哎哟，你讲话就是安尼啦。你真是改吼，我足欢喜，安尼上好啦。老的啊，我想吼，实是较早吼，安尼做了有较过分啦。哎，啊对啊。我讲叫药的吼，去带倒酒仔来，啊到即久还袂来呢。阿娘，我带倒酒来啊啦，阿娘。哎呦，倒酒啊！不，等你着搞哟，倒来啦，恁娘要甲你笑者，等你是咧惊啥哒？阿娘，即摆要甲你疼命命，来来，紧，坐咧坐咧。哦，你真正办到即道遮巧哦。来啦。阿娘吼讲请你吼，迄是好听啦。其实阿娘吼要来甲你说一下实礼啦。毋是啦，你要甲回实礼，慢慢用到遮青菜，我普通时就拢食迄暗糜配豆乳就会用呀。但阮顶是用暗糜搅糖，我就足满意的。倒酒的。阮阿娘歹势讲啦，倒酒恁三妈讲真有迄个诚意要甲你回实礼啦。来，啊咱拢好兄弟啊，对无？来，我敬你一杯，我算甲你好请啦。有啊，哎。哦，你即摆搁甲我好请哦，你当作我还有搁灵魂哦，我是我本人呢，本人。你魂拢转来啊？本人，小小，你这看到是本人，毋是灵魂来，啦。我敬你。对啦，倒酒哥哥，啊像你讲吼，跋咧河底，你敢有讲来海玲王啊？哦，互你摇着，我迄天跋咧河底了后吼，真正去拄到海玲王呢。啊，而且毋但拄到海玲王呢，搁较卡的就是吼。阮迄较早迄个娘囝，迄个郡主个啊，伊就是海玲王的查某囝呢。哦，你讲郡主就是海玲王的查某囝？嘿啊，而且海玲王吼，都搁答应我讲要叫我做伊的囝婿呢。哇，我较早讲的拢共款啦，你是海玲王的囝婿？对。啊，你有答应？有啊，我答应伊啊。哇，赞！北风吹。来让我感觉到好冷。阿舅诶，楚明参见到咱这个未来的娘囝兼良女公主。唔免遐尼啊客气啦，来，坐。啊，你是去倒位啦？我去互三妈请咧，三妈今办一道巧请我，伊讲怎要甲我回事咧啦。迄三妈人最近已经拢个性拢改变啦，啊，这功劳拢你的，啊，三妈已经甲回事咧，是讲这款功劳遮尔大拢你做成啊，我毋知要安怎甲你说谢。唔免说多谢啦，你会当幸福过日子，这就是我上介大的目的啊，哪着搁说多谢？啊是讲你要来遮也无爱互我知影，你若互我知影吼，我两早带你来因的面头前，甲因颠簸一下。当毋是咧无熟悉啊，着颠簸。倒酒诶，那我今日专工来是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？
人阮王啊已经算好啊，伊讲哦，咱两个确实有影宿世有缘。哈，咱两个缘分要甲锁好逝去哦。毋是啦，就是讲咱两个注定有翁仔某命啦。哦，恁父王，阮丈人爸伊有讲哦，做是啥物时阵要咱洞房无？哎呀，洞房这哦，阮父王啊是有讲过啦，也毋过安怎？也毋过。是毋过安怎啦？啊，我知，我看到你的表情我就知啦。你若定叫这表情的时，就是一定我阁有劫数啦。我即摆是毋是怪阁跟这劫数过了，我才甲你结婚。我这世人是来歹命，我歹命，我歹都命。叫的啦，你慢请哭咧啦。我是安怎？毋是讲你有啥物劫数啦，是讲吼，你一定爱等我19年。等19年。这款的编剧明明就是咧起笑。安怎讲？王宝钏苦守寒窑才18年尔，我都要搁加伊1年，等19年。等到19年了后，我迄个时阵的年纪，岂不是变成阿公叫阿母咧？啥物意思？呱呱呱！我已经遐尼老啊，我无法度啦，等到19年啦。都叫的，我大啦，你也知影呢，我是海玲王的查某囝呢。啊，若为着要甲你结婚，我就爱去出世投胎做凡间的人，才会当甲你结婚对无？你当然是爱等我年纪长大了后，才会当甲你同房啊，所以毋知爱等19年。啊，是讲娘囝，你若莫出世倒寒带地，出世倒热带地，发育会较早啊，对毋对？嘛是差不多。是讲敢一定都要等19年哦。你若无爱等，嘛是会用的。安尼我就莫去投胎，你另外搁去找别人嘛。无，等，我昨就讲要等啊，莫讲19年，就是91年我嘛等落去啦。是真实的。当然。嘿，莫使。呀！哎呦，我就听哦，莫使啊！阮小妹吼，一生当中吼，会当嫁到你遮尔纯情的男性，确实啊真难得吼。景善，拄则听你讲迄句话啊，我会当安心咯。是讲吼，丈人爸，19年后，我19年后是要倒去找伊啦。哎呦，莫使啊！你敢袂记得阮小妹是海玲王的查某囝呢？到时你免找，伊自动来找你啊。你话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但是时间是19年呢。对。19年呢？正是。哎呀，19年，19个春秋，这么漫长的岁月，是要叫我如何等呢？你放心，光阴如梭，你只伫咧经过是传像步声的脚步，一分一秒，扎，目前的你也已经经过19年了。倒球的，喂，哦，讲真经，我安尼为着要陪你安尼找恁娘囝吼，已经找4、5个19年啊，徛好了，找到呢。敢要搁找？无找嘛袂用啊，咱算讲已经找啊久去啊，是讲哎呦，找这4、5个19年来吼，这世事嘛变迁真济，敢若皇帝换5、6个，朝代都换2、3代人去。你袂想看觅，较早就还无这款的啊，这款的最好即马互落相缘啦。对啊，是讲你看我年纪食到遮大，准我找着阮娘囝，敢会有效？我看拢无效，你啊看，找甲腰拢缩去啊，剩袂得啊。准讲找着，我看嘛是绝后事袂使啊。可怜啊！你坐伫你的边，你休遐声，你是咧哭腰啥？你后白讲，我也无甲你讲话啊，无啊，我互你抄。你若有种起来算真暗这个。阿基，医生，咱若无咧卖鼎，咱要来甲咱娘鼎。是啦，伊是讲伊你的娘囝。你就是我的娘囝，娘女。你讲要叫我等一个19年，我即摆等4、5个啊呢。无法度啊！我为着要嫁你哦，我都甲我的呢，我自己投胎哦，拢投无路啦，尾哦，我家己咧人扭出来哦，我才投入去的呢。好，伊讲的我会惊。我的娘囝生
生到这型的，佮规面全乌斑雀斑，佮兼讲话硬哦。无法度啊！我投胎迄个案名吼，伊讲着满老年啊，我生出来就这个型啊。啊，这型的哦。袂歹啊！恁这生起来是零交零，风交风，稳固的交通哦。对啦，人我是美女呢。你美女我袂见。